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6，旧历的4月12，礼拜四。台中一个查甫人，就敢若因为找无衫裤，就甲太太冤家，太太甲呛讲要离婚，伊去掠狂，拿刀劫持朋友，搁开假释来威胁。当时厝内还佫有2个读高小的后生，警察伫现场一直甲伊沟通，尾也掠着机会，甲喷辣椒水，才来结束这场惊险的对立。就算因老母伫花伫厝内劫持朋友姓奇的查甫人，依然放条讲要引爆厝内的假树桶。这边有档，这边安怎入去？相对游水线气氛真紧张，厝边有7户20外人被撤离。那就不知道，反正他每都在吵架。我听到吵架声了。对呀，从12点还没12点就开始吵了。因为厝内还有2个读国小的囡仔，警方唔敢硬冲入去。趁谈判的过程中，对方较放松的时阵，赶紧喷咸椒水化解危机。他因为长期都在北部工作吼，家里的衣服他也找不到，所以打电话给太太，太太也很晚才回电话，也找不到他要换穿的衣服吼，导致于今天事情的发生。这个查甫人甲因太太因为家务事的冤家，想要到会劫持朋友做威胁，加在2个读国小的囡仔，甲20外个厝边隔壁，拢无要紧。警方通报家暴社会局经过评估了后，确定将母子3个人安置到其他安全的所在，避免发生危险。